深水埗、灣仔等電腦商場舉行嘅夏日電腦節，就繼續會有1蚊嘅貨品。大會話會同港鐵以及警方商討秩序問題。實習記者蕭穎思報道。往年嘅電腦節都會以1蚊限量貨品做宣傳，引嚟唔少人連夜排隊。為咗打擊排隊黨，避免引發混亂，香港電腦商會主辦嘅香港電腦通訊節今年唔會推出1蚊限量貨品，改為發售未推出市面嘅新產品，吸引顧客。主辦單位表示唔擔心對手競爭。1蚊講真嗰句都始終都係有限嘅一啲產品嚟嘅，咁樣都係一啲推廣手法啦，咁樣。咁我哋嘅產品線都係有啲唔同嘅。咁譬如你話，我哋都有好多超過 below 5折樓下1折啊、5折啊咁樣。電腦節今個月24號起1連4日舉行，佢哋預計今年嘅入場人數會比舊年68萬人上升大約半成。至於香港電腦業協會今個月15號至到27號喺深水埗、灣仔等電腦商場舉行嘅夏日電腦節，就會繼續推出1蚊限量商品。佢哋會同有關部門商討秩序嘅問題。過去嗰2個月呢，我哋已經同警方同埋地鐵開過好多次會嘅。咁其實警方都有俾到好多方案我哋嘅。咁我唔覺得會混亂咯，因為我哋已經做咗第7次，我覺得係經驗係安排冇問題嘅。佢預計今年嘅入場人次將會達到100萬，超越舊年嘅80萬人次。亞洲電視記者蕭穎思。